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讲嘅欢迎收看9月22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第2届第6次定期大会上午开机，代理市长李梦燕首次率领一级主管到议会备询，并且进行施政报告。不过一开始议程，就因为议员烦恼公务人员加薪3%对财政负担，加上临时人员无同步比较加薪，互相持负建言。议会定期大会第1天开机，伫报告审定议程过后，议员蔡辉就开始针对公务人员加薪，并无同步针对东港、教保员等临时人员加薪3%，认为并无合理，一度认为并唔对，硬要将大会审查，甚至要求退回预算的停诉发言来阻挡议事。会中嘛引发热烈纷纷表态，不过重点拢是全面调薪，卖分正式还是临时。我感觉那编列是明显交事实有差，我就达到调薪3%的目的了，所以这个预算编的，我感觉不合理。如果你说，我们政府每期议说要给他们加薪3%，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恩惠啊，那对于说照顾我们基层来讲，这等于是一个口号而已啊。人因就担保吼。全部拢调薪啦，所以当然即个咱台南市政府落尾手来宣布讲即个临时人员有来加薪，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即个做法。发展基金来支付，所以公务人员调薪3%，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也是合乎我们的规定的。对此，包括主计处长陈小主加秘书长吴兴修拢出面回应，表达正式公务人员加薪3%，市库总支出是10亿，来佮加上临时人员是3000多万。不过强调对各局处的业务费用，其实是预备金来支付拢无问题，并无财政缺口。多万，像我们107年的这个部分我们各单位我们都有增加第一预备金。第一预备金就是原有预算，如果编列不足就可以调整。那所以这3000多万，如果第一个不足，就从业务会先行调整云支；如果有不足，就预备金；如果再不足，就是动支第2预备金。经过一阵讨论加意见的讲话，才终于恢复停书，邀请代理市长进行施政报告。第一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代理市长李梦燕上午首次伫议会定期会进行施政报告，不过当中因无对着后续具体地水工程有较详细表达，引发议员不满。前水利局长甲秘书长李梦燕首次以代理市长的身份前往议会进行施政报告，伫等待16页开卖半点钟的口头报告以后。因为当中有关未来如何具体地水的方法甲经费，并无做清楚交代，毛议员林美燕相当不满。会中也特别针对原理、需求地方，也有重罪情形来清明，甚至爱市长保证袂搁再饮水。你在担任你水利局的局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对你蛮期待的，坦白讲。但是你5年来表现，受到市长的肯定，我们也只能接受了。但是你今天又贵为一个市长，你的点名，你没有把你的专业展现出来，你上面所写的只是认为说你治水，你一个文字的系数而已，你没有针对这个淹水的部分，你未来如何去治水，你完全没有提出你的报告啊。所以看到你这个报告，我们觉得对你好像事实上觉得过去的能力我们。事实上也蛮肯定，但是针对你的治水部分，你的工作报告，你没有具体的提出来。受限这个篇幅没有办法一一的详述。那我们另外有安排一个请水利局那也吴市长会来跟大家做一个治水专案，包括几个个案的一个详细的报告。那另外刚刚议员关心的洗漱湾里那这次海棠台风因为咱沿着86快速道路的这个箱涵还在施工当中，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发挥功能。那
现在已经到目前到8月底已经完成了哈，已经打通，所以现在这个部分发挥功能以后，我想会有很好的成效。另外，李梦燕伫面对议员询问第一摆备询的初体验心情如何，第一市长表示心情也会使，只是更加头叮当。伊对上午开过程来看，因为并无重大争议事件，加上议长的沟通协调，会场的气氛也算袂歹。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市府经发局所主办的2017年升级热能展，22号下晡正式开幕，展开连续4天的展览。今年不但参展的厂商有185间，单位有450个，而且还有美洲、欧洲甲亚洲等8个国家参与。某一摆升级热能展有了国际化的规格。日前开场迎接的是2017台南国际生技绿能展，今年规划了5大展区，来参加的厂商更是超过185间，其中运用生物科技去研究、去发展上界注重天然健康的无患子相关产品，以及用正海水所饲的苍龙斑，拢是会场备受注目的焦点。开幕典礼上负责筹备的工商时报社长也表示，国际生技绿能展的规模会当讲是愈办愈大，伊也对促成这个展览的所有人表达满满的感谢。有办法在台南越办越好，最主要的关键在于台南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展区，那基本上也全部都是经发局在5年前帮我们大家一起来克服很多的万难，然后成立了这个展区，现在是台南唯一的一个展览馆。那除此之外，在台南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之下，我们可以办很多的展，然后带动整个这个当地的一个产业的发展。那我想是前赖市长的时候就一直帮我们来去做这件事情。那赖市长现在从5星级市长高升到5星级院长。那在台北的时候，在院长曾经提到说，他是要做一个做实事的内阁。那没有跟赖市长做过事的人，可能不晓得什么叫做做实事。像我们《工商时报》，我们有荣幸跟台南市政府有一起的合作，所以我们很知道赖院长现在所谓的做实事是什么。这届台南国际生技绿能展也更加国际化，而且单位450个全部拢走出去，也创下新冠的纪录。这一个展览有几个特点，我特别讲一下。这一次的厂商他举办，我们的主持人说有200家，458个摊位，这个大概创办了7年哈，大概都是最多的一次的一个展览。另外，今天在这边政府单位官方政府单位有58个摊位这也是创纪录大概这2点都是蛮创纪录的。第2点刚才报告过了我们有欧美亚非4个国家，4个州，20几个国家，有65个厂商今天来共襄盛举这算是一个比较特色。3、2、1，请用检。2017台南国际生技绿能大展正式开展。当时今年伫咧公部门针对无人飞行机的设计、全自动机器人以及济精密机械，拢做了相当详细的展示。这场展览为期4天，对9月22号到25号，现场有济生物科技、日能省电的产品，会当互民众好好来体验。厂商也提供了将近3000件的产品，总价值超过100万，要来送予前来参观的民众。台南新闻王子豪、张伟忠采访报道。选定今年9月22号世界无车日，由昆山科技大学所关证的电池公共自行车提摆站正式落成启用。市府表示，该站是第3由民间所关证的，相信未来投入绿色运输的人会愈来愈多。
配合9月22号世界无车日，上午伫咧昆山科技大学也举办了一场台南市公共自行车 T-Bike 新站启用的记者会。同时，伫日前所办的做 T-Bike 减碳王的活动，也评选出前3名，由代理市长李梦燕颁发奖励金，来鼓励并呼吁民众爱多加利用公共自行车 T-Bike， 不但节能减碳，更当省钱，也减少对空气的污染。市府这几年推广相关的大众运输可以做到节能减碳。那我们推公车捷运化那这几年从合并的时候，一年坐公车大概700万人次，现在已经成长到去年底有2100万人次，大概成长了将近3倍。那么这样的 T-Bike 就是各种大众运输的最后1里路，最后1里路，我们不管是搭火车、搭高铁、搭公车，那么最后可能那个距离也许剩下这个1公里、2公里走路有点嫌远，搭车又有点近。那这个时候如果有 T-Bike 来服务，就可以让我们整个大众运输的这个方式最后1里路可以得到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希望将来这个 T-Bike 的这个设置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同学来使用。推广绿色运输是寄托城市台南当年打拼的目标。105年启用的公共自行车 T-Bike， 至今累积的组织人次已经超过50万人次。市府也建造了50个据点，希望会当服务更多民众，争取大家认同，多加利用公共运输系统来达到节能减碳、爱地球的目标。台南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现在相关药价骨痛痛的退化性疾病对老大人造成真大困扰，加上现在传统的手术已经无法应付类似骨质疏松等毛病时代，所以当病院甲声带同款，同步引进一款新的微创手术来做好患者。伫个人化社会，坐骨神经痛起来是腰脊骨突起等退化性的疾病，拢是困扰中辈通病。不过，同款镜头的病人却需要无同的治疗方式。不仅为了避免患者有骨质疏松、有食抗凝血药物的风险，所以台南病院神经外科甲医学中心同步，令新的微创手术甲传统手术失败方向完全无同。空喙破坏范围相对减了真侪，上重要是会当改善镜头，避免搁再夹起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微创的减压跟筋骨皮质的固定的手术。那它相对于传统手术最大的差别是它的伤口是比较小的那对背肌的破坏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少。新式的筋骨皮质的骨钉，它是打在骨的这个皮质里面的所以相对起来它的稳定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样子的新的手术方式，在我们这边是今年大概7月左右开始引进那甚至成大医学中心像我们之前在成大医学中心的话，也是今年大概3、4月才开始做的一个比较新式的手术那对于害怕伤口太大的病人或者是说一些骨质疏松比较严重，但是还是得需要手术开刀减压固定的病人来讲，是有一个蛮好的一个新的选择方式。当然，所有腰椎退化性的疾病，
呢，拢需要经过医生完整的检查甲诊断，才有法度对药物、复健或者是侵入性的注射，甚至手术来治疗，进一步减少疾病对生活甲工作的冲击。等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为了感谢这些在地企业甲善心人士的大力协助，华山基金会上午伫南区万年店举办建站11周年感恩大会，现场安排这些音乐表演，嘛互阿公阿嬷度过一个欢乐的时光。华山基金会南区爱心天使站成立至今已经11档，为着要感谢大台南这善心人士以及长期对华山支持的企业团体。上午伫咧万年店跟新园举办的11周年感恩大会，华山基金会拢予以颁奖表达感恩，其中也包括去年铁人三项运动的公益回馈金。华山基金会伫咧现场也安排了这音乐表演，要互阿公阿嬷欢乐的音乐时光。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万年店树下这么优美的环境，然后我们有请3个不一样的乐团然后他们来就是演唱歌曲，用不一样的方式演唱台语歌曲，然后让阿公阿嬷呢他们在树下乘凉，然后听讲古，吃这个古早味的绿豆饭，然后就很像他们重回小时候的时光。那我们主要是希望可以带我们这些服务的长辈，他们可以走出家门，然后接触人群，然后感受社会大众的温暖。万年店的主委也出席感恩大会，甲一寡长辈分享万年店以及这张大树的故事。同时，也正嘛表示要以药师的身份帮助华山基金会居家照顾服务。到家后，我感觉我还是有一点做不足啦。我本身是当时药师，阮药师公会，我是伫遐做常务理事，阮拢有长期咧做居家照护。所以其他唔知有这事，我会当在家做用药安全宣导、居家照护。我从其他人要甲因拜托者，如果南区的这个华山，不管是南区啦吼，华山基金会有需要，他还是药师公会的药师去帮我们这边老长辈在家里用药的那种居家照护的话，药师照护的话，我们都乐意来配合。好，下次有机会你跟我讲一下啊。秉持着在地关怀精神，华山基金会将会持续来关心长者，也邀请有善心的民众做伙来加入爱老宝贝行列。台南新闻网子豪张文忠采访报道。随着少子化，学生人数减少，连带嘛影响老师教学热情，所以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特别邀请专栏作家，同时嘛目前上行的王正忠老师演讲。希望提升幼教人员的正面能量。台湾教育除了学生受教问题，老师应该有权利来培训，也是老师甲家长关心的议题。对此，议员林美燕甲陈怡珍特别结合民间幼儿教育发展协会，举办幼教师演习活动，特别聘请南投县双文高中主任，同时嘛是杂志专栏作家王正忠老师演讲。希望借此提升幼教人员的教育热情，甲小朋友共齐快乐学习。他希望把很多的他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些能力分享给周边的人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幼教协会自掏就是我们自掏就是一些经费聘请我们的王主任来做一个就是专题演讲，我想。受到很多的一个认同，非常的棒，非常的棒。王老师最近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已经被拍成了电影那最近也是在上映当中。其实可以看到一个老师，然后我们台南的子弟到了南投去爽文国中教这些孩子。然后921地震之后，因为学生一句问他说：“老师你会不会回来？”他就留在这个地方10几年所以我想他的精神非常令我们的钦佩那重要的是，他把他的这个教育的理念跟精神，然后转化带给大家。那我相信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演讲，对我们所有幼教老师他们的教学，还有他们整个理念的改造，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但是幼儿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李淑玲表示，这班演习题目定做那些年我和孩子学会的事，时间就定伫9月24日，伫新南国小举行，欢迎家长老师做伙来听。
等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经过2阶段审查，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今年总共选出12位。而这12位得主虽然无共的爱心，不过同款的拢是长期点点付出。而协会表示，在希望这个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给发扬社会光明的一面。由社团法人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主办，106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选拔，经过2阶段评审加复审，今年总共选出12名得奖者。虽然这12位拢是来自台南市无同地区甲领域，不过因拢抱着助人为先、点点付出的精神，经过各界推荐脱颖而出。今年各界的推荐非常的多，那我们在评审委员当中，很公正的来评审，选出了今年度台南市12位的好人好事的代表。这些人默默的、长期的在台南市各阶层默默的在做许许多多的好事，让我们台南市能够有更光明的一个社会，然后大家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来跟他们学习。让我们的社会更祥和、更协和。我想这个也有包括这个成功的企业家回馈乡里，照顾弱势我们有看到很多这个默默的在基层教育界前线默默的付出奉献的这个教育者另外我们也有看到这个把很多宝贵的时间投身于热心公益志工行列的一些，比方说这个不管是年纪比较大的的，或者说照顾弱势的一些志工，那我想无论是谁，他们都是社会的缩影，他们都是社会的代表。看到他们，我们就觉得社会充满希望。那我们希望从好人好事的代表选拔开始出发，能够为台南、为台湾找出更多好的事迹，那一起来向未来的光明面继续奋战。12位得奖者包括各行各业，有餐饮、理发、旅行社、科技公司头家，以及医生加护理师等等。主办单位将伫23号上午伫乐港娱乐中心举行颁奖表扬，欢迎各界踊跃参与，这会发扬社会光明善行。台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明仔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回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9月22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